謝主席，我發言係支持全面檢討同埋完善保護兒童嘅相關法例嘅議案同埋所有嘅修正案。兒童係社會嘅未來，保證佢哋身心健康係社會嘅應有之義。為咗保護兒童免受傷害，其實香港已經有好多項法例保護兒童。強制舉報虐待兒童嘅條例亦都係今年初生效。但係主席，近年嚟疏忽照顧同埋虐待兒童嘅個案仲周不時發生，甚至呈現呢個上升嘅趨勢。根據政府嘅數據本港虐兒嘅個案總數由2013年嘅963宗一直上升至到2025年嘅1551宗。虐兒個案其實真係一宗都嫌多嘅，我哋有必要保障每一個兒童免受任何形式嘅虐待同埋性侵。其中最令我擔心嘅就係侵害兒童性罪行嘅案件近年亦都不斷上升。2025年竟然高達797宗，對兒童嘅身心造成非常深遠嘅傷害，絕對係唔能夠容忍嘅。所以必須針對性咁立法保護兒童免被性侵。本港嘅性罪行嘅相關條例其實落後咗半個世紀㗎啦，而且性罪行嘅定義非常之狹窄。例如強姦罪未包括男性侵犯男性，亦未包括不同形式嘅插入，亦都冇處理持續性侵犯兒童等等，呢啲都係不足以保護兒童嘅。主席，我尤其希望大家關注嘅就係持續性侵犯兒童呢個問題。性侵案件嘅入罪門檻一向都非常之高，受害人經常要一次又一次巨細無遺咁複述被侵犯嘅過程嘅所有細節，對受侵犯嘅成年受害人嚟講都非常困難。而兒童嘅性侵案件因為兒童嘅心智發展同埋認知能力未成熟，又唔識得即時求救，所以亦可能涉及咗親友長期嘅性侵，連續多年或者多次嘅性侵。年幼嘅受害者一般係難以精確咁樣去回憶同埋描述全部嘅案情細節，而導致搜證困難，結果成功入罪嘅數字亦都係非常低嘅。因此我認為訂立持續性侵犯兒童嘅罪行係具有必要性嘅，可以參考澳洲嘅有關法例。如果受害人能夠證明喺指定嘅期間內遭受2次嘅侵犯便能夠足以達到讓侵犯者入罪嘅基本門檻，以回應現時法例上嘅不足。主席，我亦都留意到隨着手機同埋社交媒體嘅普及網上色情資訊嘅氾濫同埋 AI 深偽技術嘅濫用都可能對兒童造成嚴重嘅負面影響嘅。尤其係作為高危受虐組別嘅12至14歲嘅兒童，佢哋正處於探索身份、渴望認同嘅發展階段，容易受網絡操控，特別係網上欺凌、裸聊勒索、性剝削等等呢啲嘅新形態嘅虐待。全球多國正立法限制未成年人士使用社交媒體，以保護佢哋嘅身心健康。澳洲喺2025年底就全面禁止16歲以下嘅青少年使用主要社交平台。西班牙、法國、英國呢啲歐洲國家亦都喺度推動緊針對15至16歲以下限制嘅法案，普遍都係希望禁止平台向未成年人士去展示呢個社群嘅內容嘅。立法規管兒童使用網上社交平台呢個方法我覺得都係值得我哋香港認真咁去研究嘅。至於 AI 生成內容我亦都多次喺立法會提出必須要有規管。喺法例上邊可以參考內地嘅規定，要求所有 AI 生成內容必須加上可以溯源嘅電子水印。各大平台亦應該承擔責任，標示懷疑由 AI 生成嘅內容，以免虛假同埋色情資訊氾濫，危害兒童心智。另外，強制舉報兒童嘅機制已經正式生效，下一步就應該研究訂立沒有保護罪。法改會喺2021年已經發表報告同埋建議立法㗎啦，我期望政府可以快啲總結經驗同埋推行。政府已經公布咗計劃喺今年裏邊提交修訂性罪行條例嘅草案。我期望政府可以認真研究我以上嘅建議，加強對未成年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嘅保護，同時亦都加強各方面嘅教育宣傳推廣，同埋研究加重罰則等，進一步加強保護兒童嘅工作，保障佢哋可以健康成長。主席，對傷害兒童我哋應該係零容忍嘅，保護兒童刻不容緩。我哋希望大家一齊努力。主席，我謹此陳辭。